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集同大家講2026年呢個馬年裏邊各行各業嘅興稅。呢個方法就唔係我發明嘅，喺30-40年前已經有唔少師傅都用嚟作一啲嘅行業預測。後期嗰個經濟全面向好啊，各行各業都係，所以就冇人去留意呢類型嘅預測噶啦，繼而就消失咗。咁我喺24年開始都用呢一個方法作一啲嘅預測，咁佢嗰個準程度呢，有70%喎，有啲嘅行業就去到100%。咁大家可以睇翻之前嗰啲嘅片嘅。咁我講下舊年啦，我嘅預測就係話證券啊、股票啊係會興旺，地產行業係會復甦，另外一啲嘅行業推算都有70%嘅準。咁呢個係用紫微斗數嚟起一個主星盤作預測嘅。紫微斗數係用農曆嘅正月初一八字嚟起，唔係用立春嚟起嘅。我哋先睇人民宮啊，佢所代表嘅就係普羅大眾嘅收入同埋消費，整體嗰個社會景氣嘅。嗰粒星就係貪狼平，平嘅意思即係話貪狼走咗入去一個唔係太理想嘅位置嗰度，所以我預測喺馬年裏邊都係喺一個調整嘅階段。新聞宮佢係代表傳播同埋資訊嘅，星就係太陽星，太陽就走咗入去一個極為唔好嘅位嗰度，就叫做落陷。咁太陰就係月亮，佢就走咗去一個好嘅位嗰度，就係所以叫做廟。而太陰嘅光係嚟自太陽啊，太陽都冇光，咁嗰個太陰點會話好啊？再嚟加埋粒空星，所以呢個嘅行業或者呢類型資產係會縮水嘅。國際宮啊，佢係代表貿易顧問，呢個貿易唔係指我哋啲普通人開間貿易公司啊、顧問公司呢類型，而係講政府佢喺嗰個國際社會扮演嘅角色，佢嘅動力夠唔夠？會唔會為我哋呢個地區帶嚟一個嘅經濟動力？咁我哋睇下啲星，武曲旺、天府廟兩粒都係財星嚟㗎，係非常之好喎。娛樂宮就係博彩、娛樂、吃喝玩樂啦、飲食呢方面嘅行業。咁喺過去嗰2年係非常之差嘅，今年係非常之好喎。啲星天同福星再嚟化埋綠化為財星，係入廟啊！咁呢個係完全一個顛覆性嘅改變喎。呢啲嘅行業係會大為興旺喎。嗱，我作預測呢就係依書直說嘅，我就唔會話睇我個現實嘅環境走勢嚟評論。跟住就經濟宮，佢代表嘅行業係證券、股票、黃金、珠寶。走入去嘅宮位，啲星有破軍，破軍本身係一粒空星嚟嘅，好彩佢就係入咗一個幾好嘅位嗰度，所以稱為旺。亦都見到有吉星嚟輔助，就係右弼文昌，文昌仲化埋綠添。咁整個結構嚟講，從事呢一類行業嘅人係偏向於幕後或者文職工作嘅，所謂幕前嘅一啲實物嘅買賣呢一類型嘅嘢，睇唔到文昌可以幫助到佢啦。我哋係以主星破軍嗰個特質嚟推斷嘅，破軍廟旺佢嘅特質就係先破而後成，即係話嚟緊呢類型嘅行業有大起大跌嘅情況，即係話大跌之後就會大起，係比之前會更加高嘅，亦有可能話跌2級就跳翻3級，跌2級又上翻3級，去到年尾埋數，好大嘅機會就係有一個頗大嘅升幅出現嘅。一啲現貨嘅買賣，譬如珠寶啊、首飾啊、鐘錶呢類型嘅嘢，就好大機會就有一個我啲鋪頭結業減少嗰個嘅情況出現。
當呢個情況出現咗之後，然之後我個生意又爆翻上嚟咁樣，所以我認為係好嘅一個宮位嚟嘅。遺產宮係代表保險業同埋代理嘅，咁啊課稅都係睇呢個嘅宮位。咁我哋睇下啲乜嘢星咧？佢冇主星啊，得粒天月，呢粒係屬於吉星嚟嘅，亦都叫做貴星，但佢借咗對面宮嘅天機同巨門過嚟呢一個位，咁呢兩粒星走到呢個位係屬於非常之差嘅。我個變動性大啦，同埋我個爭拗係會大啦，多問題出現啊！佢都會受到對面我粒零星嘅影響。如果係本宮有一粒空星排到出嚟呢，就係代表破蕩我個嘅性質。咁呢啲嘅行業呢，就唔會好得去邊。課稅就係好多嘅口舌是非啊出現啦，例如減少啊，還是增加一啲嘅稅收項目啊，減邊啲啊，或者增邊啲項目啊，咁呢類型嘅爭拗係會多嘅。跟住物流宮，佢代表嘅行業係旅遊同埋運輸為主要嘅。咁我粒廉貞就走咗入去一個好嘅位嗰度，我哋就稱為廟，無奈就去化忌。咁嚟緊呢個嘅行業個生意係唔會差嘅。化忌就係代表咗某一啲嘅公司佢本身經營不善，又或者某一個行業就去到一個飽和點。例如我啲嘅速遞啊，有一個飽和點產生要退場，即係話執笠嗰個嘅情況出現。勞動宮係睇我哋嘅公共衛生同埋紀律嘅部門，佢一粒星都冇，就借咗對面太陽同埋太陰過嚟。太陰即係月亮啊，咁啊太陽走到去呢一個嘅位係屬於好嘅，屬於廟旺嘅位。咁太陽嘅光芒係可以分到俾太陰嘅，呢一啲嘅部門應該係唔錯嘅。我哋睇官商宮，佢係代表咗管理層嘅。紫微斗數裏邊有一句咁樣嘅說話：七煞子午為一生着祿榮昌。呢一個嘅說法當然係要兼顧埋其他星啦，即係話佢唔遇到空星，亦都有吉星嘅輔助，先至產生着祿榮昌呢種嘅情況出現。現在係有粒擎羊嘅空星喺度，七煞亦係代表咗北斗七星最尾嘅一粒星，呢個就所謂氣盡回翻上去前邊咁樣嘅意思嘅。醫星推斷嚟緊嘅一年，有人歡笑就有人愁，有人辭鄉歸故里，有人就升職加薪。地產宮天梁吉星就入咗嚟，但係落陷，即係一個唔好嘅位嗰度。好彩佢就遇到粒祿全星。咁嚟緊呢行啲老闆啊、公司啊，就作觀望嘅態度為主嘅，欠缺咗一啲積極進取。但係唔好灰心，我粒祿全星係會為一啲勤奮啊、有腦筋嘅人帶嚟財富嘅。搞啲花招變通下，呢一群人可以睇到一片青天。議會宮走咗兩粒大吉星入去，就係紫微同天相。無奈呢兩粒星走入去呢一個宮位嗰度無力啊，所以就稱為入地。佢有吉星嘅輔助，就係左輔同埋文昌，亦有一粒左賢嘅空星，就係屬於陀螺走咗入去。咁係代表咗好多重心嘅議題同埋一啲具目標性嘅政策都受到拖延，未能夠盡快去推行。簡單一句，嚟緊一年熱熱鬧鬧。救濟宮我哋係睇慈善機構、醫療機構同埋宗教，有天機星同埋巨門星，呢兩粒星走咗入嚟都係屬於好嘅。佢係帶一個變動動盪同埋一個口舌嘅性質。咁啊有一粒空星叫做零星。依我睇嚟緊一年慈善機構同埋一啲宗教會有一啲嘅變化。醫療失誤係會比過去為多嘅。以上嘅預測我係用最簡單嘅語言去表達，大家仲可以更加簡單嘅
就係睇下我啲星星啊、心心啊、三角形、十字嗰啲嘅符號，咁去理解啦。凡係預測嘅嘢，我哋都唔需要話點樣去細緻記住噶啦。咁啊，大概嗰個方向係點就可以噶，作為一種八卦嘅嘢聽下啦。多謝各位收睇，咁啊，希望大家訂閱啦、分享、點讚同埋留言。